大家好，又見面啦嚇，又到呢個年尾啦，咁好快咧就會咧迎接啦我哋呢一個咧丙午呢個馬年嘅啦，咁咧迎接新年嘅時間咧，我哋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其中咧就係最好咧就係揾一個好嘅日子開工同埋開市啦嚇，一年之計在於春，咁一個好嘅開始係好重要嘅，咁咧所以咧一陣間我就會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講翻俾大家聽邊一啲日子下來年咧丙午年嘅年頭啦，咁咧就係屬於一啲開工嘅吉日，同埋咧仲有一樣嘢亦都好重要嘅，記得咧差唔多去到年中過後啦，就同大家咧分享過12生肖來年嘅運程嘅，亦都有講到咧有幾個生肖咧係屬於犯太歲嘅生肖，咁可能咧喺今年嘅年頭咧都需要咧去寺廟嗰度咧做翻一個祈福啦，或者攝太歲嘅。咁呢啲祈福同埋攝太歲咧，其實咧都有啲吉日可以咧係安排去做嘅喎。咁一陣間咧亦都會同大家咧分享埋呢啲祈福同埋攝太歲嘅吉日嘅。咁仲有咧就係今年咧亦都比較好嘅，因為咧開工嘅日子裏邊咧，可能大家都會諗開市嘅自己做生意嘅就好容易去控制啦。但係如果開工嘅自己係打工仔嘅，都會跟翻一啲法定嘅日子去開工噶啦。而今年嘅法定日子即係年初四，大年初四咧，原來係一個好好嘅開工吉日嚟嘅。咁所以咧，今年咧大部分嘅打工仔咧都會有一個好嘅開始嘅。咁就事不宜遲啦，同大家咧講埋其他嘅開工吉日，同埋咧一啲係祈福啊，又或者係去攝太歲嘅一啲吉日先。我哋首先咧就睇下呢個2026年丙午年嘅開工開市嘅吉日先。咁咧就好似我正話所講啦，大年初四啊，呢個咧2026年嘅2月20號星期五咧就係一個好好嘅開工吉日啦。不過咧都會有忌用嘅生肖嘅喎，咁咧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羊嘅。咁跟住之後咧接住亦都可以揀其他日子嘅，就係呢個2月嘅21號正月嘅初五係星期六嚟嘅。而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猴子嘅朋友啦。咁之後咧就係呢個2月23號正月嘅初七，咁咧就係星期一嚟嘅，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狗仔嘅朋友啦。咁仲有咧接住咧就係25號2月25號，咁咧就係呢個正月嘅初九，咁咧就係星期三嚟嘅。不過咧都有忌用嘅生肖嘅，就係呢一個咧屬老鼠嘅朋友啦。咁呢幾日咧都會咧係好適合開工同埋開市嘅。咁當然唔止4日嘅，咁接住落嚟咧就會同大家再講埋其他嘅日子。咁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年頭嘅時間咧都會去旅行噶嘛，咁啊冇咁快開工嘅，咁所以咧仲有其他嘅日子可以選擇嘅，包括咧就係呢個2月嘅26號啦，咁咧就係正月嘅初10，咁咧就係星期四嚟嘅，而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牛啦。咁跟住接住落嚟咧就會去到3月頭啦嚇，咁咧3月嘅5號2026年係正月嘅17，咁咧就係星期四嚟嘅，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猴子嘅朋友。咁仲有咧就係3月10號啦，咁就正月22啦，已經係咁咧就係星期二嚟嘅，忌用嘅朋友咧就係屬牛嘅朋友。咁仲有咧就係3月嘅16號，咁咧就已經係去到呢個正月28啦，咁咧就係星期一，咁咧就忌用嘅朋友咧就係屬羊嘅朋友。咁上述咧就係適宜開工開市嘅日子啦。之前咧都同大家講過咧，有幾個生肖喺來年咧就會係有犯太歲呢個情況出現㗎，咁所以咧有機會咧都需要咧去選擇翻一啲吉日去做翻個祈福或者係攝太歲嘅。嗰幾個生肖咧就包括咧就係屬鼠嘅朋友啦，來年咧就會有一個咧係沖太歲嘅；屬牛嘅朋友咧就係害太歲；屬兔仔嘅朋友咧就係破太歲；而屬馬嘅朋友咧就係直刑太歲嘅。咁呢幾個生肖咧來年嚟講咧就可能咧需要咧揾翻一啲好嘅日子啦、吉日啦，喺年頭嘅時間可以去做翻個祈福嘅。好，咁我哋又即刻睇下咧喺2026年丙午年嘅年頭啦嚇，有啲邊啲日子係適宜去祈福或者係攝太歲嘅，包括咧就係有2月嘅22號啦，係正月嘅初6星期日嚟嘅，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雞嘅朋友啦。跟住之後咧就係23號，就係呢一個正月嘅初7，係星期一嚟嘅，忌用嘅生肖就係屬狗嘅。仲有就係25號，就係正月嘅初9，係星期三嚟嘅，忌用嘅朋友咧就係屬老鼠嘅朋友啦。仲有咧就係呢個3月嘅1號嚇，咁咧就係正月嘅13，咁咧就係星期日嚟嘅。不過咧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龍嘅朋友啦。
當然都係啦，如果出咗去旅行嘅朋友，咁可能喺年頭嘅時間咧都冇咁快翻嚟香港嘅，咁仲有其他嘅日子咧都係適宜去做祈福嘅喎，包括咧就係有呢一個3月嘅8號啦，咁就係正月嘅20嚟嘅，係星期日嚟㗎，咁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豬嘅朋友，咁另外咧就係3月嘅10號係正月嘅22啦，係星期2嚟嘅，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牛嘅朋友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3月14號係正月嘅26號，咁咧就係星期6嚟嘅，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蛇，仲有咧就係3月嘅16號係正月嘅28，係星期1嚟嘅，而忌用嘅生肖咧就係屬羊嘅朋友啦。咁以上咧咁多日裏邊咧都可以選擇翻邊一日咧適合自己去做祈福啦。好快咧就同大家咧分享晒咧所有嘅日子啦，咁希望呢啲日子都可以幫到大家啦。到最後當然咧希望大家咧喺呢個馬年可以咧就係馬到功成，仲有咧就係大家咧身體健康同埋咧心想事成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嘅分享就去到呢度為止，拜拜。睇完我嘅片，如果中意嘅話，記住點讚啊，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如果覺得好嘅，介紹俾朋友睇啊。你哋嘅點讚呢，就係我繼續上片同大家分享玄學資料嘅一個原動力。多謝晒大家。